家好，歡迎收睇美股脈動新聞，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今日係4月14號，星期二。尋日嘅市場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睇住個市跳嚟跳去，喺唔確定嘅環境入面聽到確定性，先係成熟投資者嘅基本功。雖然美伊局勢搞到尋晚開市嗰陣，大家都有啲心驚肉跳，但市場隨後展現出嚟嘅收復能力，再次證明咗資本市場嘅韌性其實好強。今日我為大家準備咗一份好豐富嘅內容，我哋會一齊拆解尋日嘅盤面，仲會展望埋嚟緊嘅趨勢。尋日4月13號星期一，市場嘅主旋律好明顯被美伊局勢同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呢啲傳聞壟斷咗。三大指數震盪中守住陣腳。美國股市尋日嘅表現可以話係先驚後穩，受週末談判冇結果，加上市場擔心對伊朗制裁會升級嘅影響，開市嗰陣三大指數全部跌住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DJI 收市跌咗大約0.56%，報47,916點。金融股喺財報季正式揭幕前表現得比較審慎。標普500指數 SPX 微跌0.11%，報6,816點。能源板塊升得好勁，幾乎抵消咗其他板塊嘅跌幅。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19X 表現最醒目，逆市升咗0.35%，報22,902點。AI 算力同光通訊板塊成為咗尋日嘅避風港。喺油價暴升、通脹憂慮再起嘅背景下，納指依然可以收升。呢個反映咗市場對科技龍頭公司嘅盈利能力仲係好有信心，而道指嘅跌幅就提醒我哋，高利率環境可能會維持得比想象中耐，呢個係我哋必須保持保守嘅原因。而國債市場避險情緒嘅溫度計，10年期美債收益率尋日回落到大約4.29%到4.30%區間。2年期美債收益率亦都小幅回落到3.81%，收益率回落反映咗兩點：第一，市場亂嗰陣，美債依然係大家首選嘅避險工具；第二，投資者仲博弈緊美聯儲會唔會因為地緣衝突導致經濟放緩，而放慢加息或者緊縮嘅步伐。雖然目前通脹壓力仲喺度，但長債收益率穩住咗，對成長股嚟講係一件好事。三、商品市場原油經穩同貴金屬調整，原油 WTI 尋日開市一度暴升10%，衝穿$100，但之後因為傳出美伊雙方仲有外交窗口，升幅收窄，收市報$95.62一桶。黃金、高經經歷咗衝高回落，現貨金尋日跌咗約0.47%，報$4,746一安士。油價破百係心理防線。只要唔係長線企穩喺$100以上，對全球通脹嘅衝擊仲係可以控制嘅。黃金下跌，更多係近期獲利回吐。喺今年呢個多事之秋，佢嘅避險價值依然無可替代。美伊重啟談判預期升溫，變咗今日嘅反轉大戲。談判轉機，美金跌 ，Bitcoin 癲咗，美金跌到6週低位 ，Bitcoin 逼近7.5萬美金大關。點解談判預期好咗，美金反而跌？因為緊張局勢緩和，大家就唔使咁急住搶美金避險。至於 Bitcoin 尋日嘅表現，超過18萬人爆倉，價格重返7.4萬美金以上，再次證明咗佢已經變成一種地緣政治調節器。Bitcoin 呢一種波動對保守派投資者嚟講可能太過激，但佢確實反映咗全球流動性，緊盯住傳統主權信用以外嘅資產。花旗好睇好標普500，目標提7700點，而高盛就點名咗10隻噴油井牛股。花旗個7700點聽落好吸引，但要有好強嘅盈利支撐先得。高盛睇能源股就比較實際，喺而家呢個環境可以用槓鈴策略，一邊揸住有護城河嘅 AI 科技股，另一邊就揸住能源同資源類股票嚟對沖通脹風險。未來幾日扣好安全帶。一剎，財報季全面開啟，摩根大通、JP Morgan、高盛、貝萊德呢啲金融巨頭會陸續公布 Q1 業績，呢個係觀察美國經濟會唔會硬着陸嘅最好機會。而 IMF 同世界銀行會議4月14號到17號，全球財金猛人聚首，要留意佢哋對今年全球貿易摩擦同地緣局勢嘅睇法。三、日本央行行長訪美，留意日元匯率點走，呢個會直接影響全球套利交易嘅流向。
四、美伊第二輪談判，傳聞呢幾日內會喺伊斯蘭堡舉行，呢個係目前市場最大嘅不確定因素。各位美股脈動新聞嘅觀眾，26年嘅春天真係一啲都唔太平，地緣政治嘅每一聲炮響都會喺 K 線圖上面激起千層浪。市場最驚嘅唔係壞消息，而係唔確定性。隨住美伊談判嘅細節慢慢浮面，不確定性正喺度減少。雖然短期內我哋仲要面對油價帶來嘅通脹壓力，但只要企業盈利個基底唔散，每一次回調都係我哋揀好優質資產嘅機會。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